东突厥3 7月15日爆发新一轮疫情以来，累计报告了超过800名确诊病例，其中的绝大多数位于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7月17日宣布封城，封锁随后扩展到东突厥3其他城市。尽管目前已连续超过3周没有新增病例，当地政府并未放松管控，强制给未染病的居民服药，禁止居民下楼等严厉的检疫措施，让很多居民感到不满。当地网友涌入微博的相关话题下发帖称，当地社区向他们发放了不明药物，并以拍照上传确认、社区人员上门监督等方式要求每天服用3次，以预防病毒。同时，民众呼吁政府放宽限制措施。乌鲁木齐疫情防控指挥部8月24日对官方媒体表示，将逐步放宽部分地区的防控政策，允许居民在小区内进行非聚集性个人活动，但并未对强制服药等相关质疑作出回应。至少有6名居住于东突厥3的市民对 BBC 证实，他们被社区发放了药物，主要为莲花清瘟胶囊、阿贝多尔以及熬制的中草药。他们在服用这些药物后出现轻度不适症状，包括皮肤过敏、拉肚子、经期推迟等。尽管东突厥3大部分地区都未发现确诊病例，但中共采取了前空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在7月17日宣布乌鲁木齐封城。当天，几乎所有进出乌鲁木齐的600个航班都被取消，随后封城扩展到了其他城市。内蒙古民众近期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中共当局撤销9月1日在内蒙古推行的所谓双语教育模式，恢复原教学模式，但官员拒绝让步，并通缉参与集会的其中9人。另外，当局将此次民众抗议内部定性为受境外势力煽动。内蒙古中小学生新学期于9月1日正式开学，但不满当局取消小学和中学1年级学生母语教育，连日来内蒙古多处地方出现集会抗议，大多数家长拒绝送子女上学，各蒙古学校教师空无一人，以此表达抗议。当地警察四处追捕蒙古族学生，逼迫他们返校上学。内蒙古中学高3的4名学生以绝食的方式抗议新的汉语教育政策。内蒙古广播电台的300多名蒙古职工集体签署，表示不接受新汉语教育，反对新的汉语政策。据蒙古居民披露，近期每天有大量装甲运兵车行驶在街道上，而政府就把大规模抗议归咎为受到境外势力煽动。另外，蒙古国前总统查西亚发表视频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蒙古族人保持母语的民族权利，并呼吁全球各地蒙古族人给予声援。他强烈支持拯救蒙古语言的行动，并强调没有蒙古语言，蒙古民族就无从谈起，而失去语言就如同失去了头脑和双手一般。在挪威首都欧斯陆的一个反伊斯兰保守组织，在议会前的一次抗议集会中将古兰经撕毁。对此事件，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秘书长卡拉达吉强烈谴责了该反伊斯兰保守派组织对伊斯兰经的破坏，称此事件是恐怖主义的诱因和对神圣因素的歧视。他强调说，古兰经是神圣的，不可侵犯。对古兰经的无理愚蠢行为只会伤害肇事者，而不是圣经。对此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就古兰经的指示建立伊斯兰的集体共识，并要求挪威当局起诉肇事者，绳之以法。他呼吁穆斯林更多地遵守伊斯兰教义，并警告他们不要以极端主义来回应极端主义。最近，在中共政法委针对法轮功展开清零行动的背景下，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告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2020年版》。新规范的内容包括取消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等级限制等，并且放松多项各类原先要求的限制。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对此分析后表示，新规范表明，中共涉嫌活摘器官、安舒杀人的罪恶将以更大规模的进行。
汪志远说，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的器官黑幕曝光后，为了搪塞国际社会的指控，出台了2006年版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时管理规范。在形式上用所谓的器官移植资质限制了很多医院的参与，欺骗国际社会。但实际上，很多不具备移植条件的医院也在大力进行着器官移植。如今，2020年版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出台，显示中共更加无视国际社会对中共活摘犯罪的指控，完全放开发展器官移植的行业。他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一切正义人士要立即行动起来，全面追查和惩治中共的反人类罪恶。汪志远根据追查破坏法轮功国际组织长期跟踪调查指出，1999年后，中共一直进行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并且把这种罪恶向维吾尔人、异议人士以及全社会扩展。他预计这次中共出台2020年版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后，将更大规模从事活摘器官的杀人犯罪活动。从2020年1月1日至7月16日，追查国际对医护人员的电话调查显示，即使在疫情严重时期，中共各地医院活摘器官仍在继续，器官移植量仍然可观。在暗访当中，部分医护人员为了吸引顾客，仍然在宣传他们的器官供体来自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以及维吾尔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2日宣布，华盛顿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外交官的活动实施新的限制，以推动中美外交关系的对等。蓬佩奥还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中国霸凌近邻，并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海洋公约。蓬佩奥说，我宣布美国国务院制定的新机制，要求在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在访问大学校园或与地方政府官员见面前必须获得许可。由中国领事馆在规定的使团地界之外举办的超过50人参加的文化活动也要得到美方的批准。此外，还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所有中共领事馆的社交媒体账号被标注为政府账号、中国政府账号。副国务卿拉克奇最近向美国大学的董事会发出一封信函，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人权和大学捐款的威胁，说这些威胁可能以非法自主研究、窃取知识产权、恐吓外国学生以及不透明的人才招聘等形式出现。蓬佩奥在发布会上还谈到中国在美国境外的一些行为，美国希望中英边境局势得到和平解决，指责北京霸凌近邻。中国的霸凌行为在南中海也非常明显。他提到了特朗普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上星期对协助中国军方在南中海新建人造岛舰及军事化活动的中国公司与个人进行制裁和签证限制。中国是最明目张胆违反海洋公约的国家，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表达对他们的不满。